后来，这个空军的雷虎特技小组 AT3教练机来退役，由永英高级教练机来接棒，再去举行着交接典礼。现场除了有蔡淑燕来冲场，阁有永英教练机连4个90度定点翻转，真精彩。红色拿下个白色的彩烟冲上天，用严格高机拿冲场致敬。白色的尾烟定向90度，定点四连的特技，也阁有飘飘的灯光。所有个将速度放后慢，让大家看清楚伊特有的涂装。大家看清楚永英的涂装了吗？用严格高机正式接拍 AT3教练机第雷虎小组的任务，包括着泰山警官严格训练。飞行技术最优良的这些资深的教官，那他们这些100外的这些整个操作的时数都已经破1000小时，承袭 AT3相关的这个甲案的科目，然后再去做演进。永英正式驾做雷虎小组第6款表演用机。能够飞行超过40档的 AT3自强号高高机，作为空军飞行教官，控制高速机的启蒙教师，加雷虎小组过去的专用机。未来资深教官也会操控全新的高速飞行机，来接替以后的表演任务。有一点感伤，因为参加14年到现在，那其实一生有一半的时间都在雷虎里面，但是有看到新任领队能够接续下去，好让我感到很欣慰，也很觉得光荣的。雷虎领队的教官下前后难免的感伤。那所有个战斗组加部分队的训练，嘛将会交予永英来统合。谢上将。永英高教机以雷虎之眼迎接新的世代，而人员跟机型同时交接，也为空军彩绘新篇章。那么以上就是记者杨玉琴、陈建安在高雄的采访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